上帝的教會音樂部用震撼天際嘅旋律、世界通用語言、美麗嘅歌曲嚟譜寫新歌，優雅地傳達美妙旋律嘅，就係彌賽亞管弦樂團真誠嘅演奏。透過新歌合而為一嘅感動時刻，被記錄喺恩典嘅影像中，傳播到教會所在嘅每個地方。上帝的教會影像部具備轉播車、實時轉播系統同攝影系統，自行處理所有影像編輯，製作出豐富多彩嘅影片。上帝的教會出版部將所有出版刊物翻譯成世界各地嘅語言並發行，向全世界傳播 Elohim 上帝嘅愛。為咗喺遠方飛嚟嘅弟兄姊妹而精心佈置嘅具有歐洲風格嘅宿舍，對於為咗學習聖經由世界各地訪韓嘅海外聖徒嚟講，呢度就好似母親溫暖嘅懷抱一樣，係溫馨嘅安息之所。神學院嘅設計呈現出父親威嚴嘅形象，喺呢度為所有牧會者提供教育。上帝的教會嘅牧會者唔會安於現狀，一直保持反思嘅心態，努力查考聖經。經過4年嘅研修同教育課程之後，每年都有牧會者前往世界各地。呢度可以話係培養民間外交大使嘅國際機構，呈現父親莊嚴嘅氣魄，蘊含福音氣息嘅全義山研修院。位於總會附近，擁有最佳環境，為海外同首都圈聖徒提供教育嘅東柏研修院，正在成長為福音嘅新搖籃。喺山清水秀嘅聖地，如同喺保護蛋嘅老鷹嘅翅膀之下，悄然坐落嘅 Elohim 研修院。呢個地方同旭川研修院順利履行緊佢嘅使命，成為訪韓嘅海外聖徒學習聖經同了解韓國嘅場所。坐落喺藝術之鄉旭川嘅旭川高 and 研修院，作為韓國設備最頂尖嘅研修院，可以容納超過15000人，並且可以舉辦各類大型活動，因而名聲遠揚。呢度已經重生為旭川嘅地標，因為各國海外聖徒到訪，即將成為韓國嘅地標、世界嘅地標，成為同上帝的教會一齊邁向世界嘅主角。